面對少子化嘅籠罩，每日大學入學嘅新生會比今年少得2萬到3萬個人。而到基準高質會面臨招生不足、規模變細、冇是本轉變甚至淘汰嘅命運。最近每日就體育部顯面強強，所以為咗鼓勵基礎教育嘅發展，教育部推動3學合作計劃，希望基礎研究做得落318合作到可能密切，進一步提升學生嘅選擇基礎教育嘅專業。室外競爭腳踏車通常就會專門做天然，就做得緊數據嘅觀點。對腳踏車嘅熒幕上涵蓋得到，大白運動會產生幾多亞嘅天，呢條資料未做得用 RFID 技術記錄下來。一台自閉型腳踏車係國立權益科技大學主管內嘅學生嘅同做交流摩打變頻器嘅公司，按多年來合作嘅其中一類案例。由我們程式方面去想，而沒有想到說從界面啊，或者說使用者、廠商，甚至說這個商業模式等等的角度，所以只有產學，我們才可以了解到，我們如果在設計一個東西，在不同角度上會有不同的想法，要怎麼去做到說整合這些的想法，然後做出一個好的產品出來。透過勤益科技大學做一些後端的平台，去監控這些車台目前的發電量，那以及長時間的一些資料的監控跟監測，軟體啊，或者是這個後端的這個 database 的建置上，都已經有相當完善的一個功能了。廿下10年內經過建設，基準研究學生人數就變少為學校嘅經營未加過困難。除咗透過國高中地性教育，為學生嘅賺錢發現自家嘅興趣。教育部技職司函講，因少子化會對兩大方面來做，一係高提升教育品質，為確保人才產業嘅連接，韓國會加強學校單位同產業合作來研發技術。培育人才之塊，它有很多的技術面的一個研發，可以跟產業合作，因為這剛好也是產業所需要的。如果說呢能夠發揮這方面的能量，協助產業的話，產業的資源也可以部分的挹注，讓整個技職校園的發展可以朝向多元。技職教育同普通教育來比，韓國重視實用嘅能力，所以規劃基準教育未加強自家嘅特色，會向學生嘅來討。韓規劃嘅移動比賽，會鼓勵學生們來參加，未會增加同產業嘅合作。為學生嘅創業力唔單止有數字，未有規劃嘅創業能力，希望大幫有到實際成果，為社會對技職教育韓國認同。安尼技職教育就會有韓國好嘅發展。下個新聞，齊永俊、陳欣怡特別報道。